嗱，各位呢位就係黃淑珍姊妹，記唔記得我哋本身嘅西貢純真堂嘅堂慶係幾多月啊？11月。但係經過阿黃姊妹翻查歷史檔嘅時候，佢揾到我哋真正西貢純真堂係幾時進入呢個西貢。我哋真係好多謝佢。依家佢就自己介紹啦。大家好，我係嚟自西環救恩堂嘅 Betty， 我叫淑珍。咁咧，點解我由西環嚟到呢個西貢呢？其實都係一個神嘅帶領。咁咧，其實咧，我咧都好似在座咁，我係唱咗20幾年嘅詩歌班，冇諗過自己可以而家可以喺度分享歷史，都係神嘅帶領，由西環帶到嚟呢度。咁咧，其實咧，神咧係會用你願意付出嘅人，係啊。真係㗎，睇翻歷史咧，真係睇到崇真會係即係好多恩典嘅。誒，依邊啊，唔好意思啊，唔識用你嘅機。下一頁啊，唔該。嘿，下一頁。喂，機件故障，唔好意思啊。啱咪撳向下，可唔可以幫我撳下一頁？係啦，其實咧，我今日講嘅嘢咧就係咁多嘢嘅啫，只不過加咗個圖片。讓大家認識翻以前西貢崇真堂嘅歷史。唔好意思啊，會唔會大聲一陣啊？我撳呢度好啊，知道。唔好意思啊，第一次用你哋個機。好，再嚟過。多謝大家俾我係有呢個機會嚟到西貢崇真堂嚟分享崇真會喺西貢堂呢度嘅歷史故事。大家嚟到西貢堂，見到呢個咁靚嘅座標座堂，都諗下，咦？崇真堂咁，我哋嘅根源喺邊啊？其實我哋根源就係巴色差會。巴色差會喺邊度嚟㗎？原來喺瑞士嚟嘅喎。咁佢喺幾時嚟㗎？原來喺1847年嗰陣時就差派宣教士就嚟到中國，跟住就傳福音，之後就伸延咗去國內啦，跟住再伸延嚟呢度西貢地方。咁而巴色會，咦？我哋而家叫崇真會喎，咁點解叫巴色會啊？原來喺1922幾年嗰陣時咧，就因為要自立運動，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改名，就做翻叫基督教崇真會。即係人哋問你，喂，你崇真會前身係邊個？巴色會咯。咁我哋即係我哋講翻歷史，一定要講翻個根源。所以嚟講，其實我就要講翻根源係巴色會先至有崇真會，有崇真會先有西貢崇真堂。咁但係中間又得意啦，我呢個叫樂育幼稚園。咦，樂育喺邊度嚟㗎？咁原來當年咧，崇真會即係喺國內嗰陣時咧，係有神學院嘅喎。而神學院咧喺1950幾年咧就搬咗嚟西貢，咁所以咧就有樂育神學院。但係而家冇神學院喎，咁神學院去咗邊啊？原來去咗中大啊！1967年嗰陣時咧就去咗中大合併咗，咁又空置咗，點算好啊？當陣時我哋依度嘅堂主任鍾牧師咧就話：我哋既然呢度有個空置地方，我一於做翻間幼稚園嚟造福西貢嘅學生啦。因為嗰陣時喺西貢，除咗上邊有天主教嘅學校，咁所以佢哋喺呢度開辦咗樂育神學院啦，唔係樂育幼稚園 ，sorry 啊。即係好多人話：咦，樂育點樣嚟㗎？點解我哋唔係叫崇真幼稚園？點解原來要樂育幼稚園？原來就係因為有樂育神學院。咁跟住之後呢，樂育神學院搬走咗之後，依度就成為咗西貢崇真堂，係西貢一個重要嘅地標。講咗咁多嘢，我一路睇歷史，睇翻過去咁多年，喺戰後即係講緊1940幾年之後呢，其實西貢堂係崇真會裏邊最少支援，唔係最少就係最細嘅會堂。佢哋報自己嘅牧師，佢哋報自己嘅堂址，喺嗰陣時係借用樂育神學院嘅地方，但係佢當年所做嘅嘢呢，真係好犀利。佢最犀利就係鄉村報導，一陣間俾啲照片你睇翻，當年佢嘅鄉村報導同埋影像呢，我相信會震撼你哋嘅。好，講完咁多嘢，睇片。好，咦，側邊嗰格係咪係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巴色會喺邊度嚟？其實喺瑞士嚟㗎。咁嗰陣時咧就係巴塞爾城，即係起碼第時你都知道，咦，巴色會喺邊度嚟㗎？原來就喺瑞士萊茵河上游嘅巴塞爾城。咁跟住幾時嚟㗎？咁原來咧，咦係啦。咁嗰陣時點解佢會嚟咧？就因為有葛士蘭牧師。
葛實烈牧師，佢有2個名，因為佢又識客家話，又識廣東話，同埋佢係政府嘅官員嚟嘅喎。我嗰陣時喺政府打工，跟住呢就開咗福項會，跟住呢就去歐洲，就同歐洲嘅宣教士講：喂，你嚟中國啊，傳道啊，中國係個禾場嚟㗎。咁跟住之後呢，就邀請咗巴色會、巴寧會、巴面會嚟咗中國嚟傳福音啦。咁而佢因為喺政府度做嘢啊嘛，佢貢獻良多，所以喺中環呢有條吉士笠街係紀念葛士納牧師㗎。咁第時行過中環都記得，呢個同我哋有關嘅。好，咁跟住呢，咁嗰陣時我哋呢就有宣教士嚟香港啦。究竟佢哋幾時嚟嘅呢？原來巴色會係1846年就派宣教士嚟到香港係幾個月後啊，所以崇真會嘅開基日期呢係用1847年3月19號嚟開基嘅。咁嗰陣時究竟嚟咗邊個宣教士呢？最初就係嚟黎力基牧師、韓三明牧師。1852年呢嚟埋尹永福牧師喎。咁佢哋呢就集中一齊呢，就向客家族群嚟傳福音。你諗下，一個德國嘅人要識中文，仲要識客家話喎，係咪好難啊？真係好難㗎，所以佢哋嗰陣時咧做咗本客家字典，所有德國嚟要向中國客家人傳福音，一定要嚟巴色會學中文。係啊，我個字典真係造福咗好多好多嘅宣教士。咁佢哋，但係好可惜就係韓三明牧師喺1854年就返咗天家啦。咁但係韋遠福牧師同黎力基牧師仍然堅持要喺香港喺國內嚟繼續向客家人傳福音。所以喺1862年嗰陣時咧，就起咗4閣樓啦、辦事處啦，仲要開埋一間巴色義學，係女子學校嚟㗎，係第一間客家人嘅女子學校。當然啦，喺邊度？西營盤咯，就係救恩堂嘅舊址啦。右邊係西邊街，左邊係第3街。睇到嗰陣時1867年已經有巴色禮拜堂、力基樓同埋呢個4閣樓，就係巴色會嘅重要基地。咁跟住之後，因為香港比較穩定啲咧，咁啲宣教士去國內傳福音，咦受傷啊、牧養啊，咁嗰時就會翻嚟香港呢個大後方嚟做一個後援基地。咁佢哋除咗翻國內做乜嘢呢？起學校啦、起醫院啦，同埋起福音堂。咁而當陣時喺1923年嗰陣時咧，香港已經有7間崇真會嘅教堂噶咯。當然喺成個香港有7間，你知唔知喺西貢有2間啊？一間就係黃宜洲1896年，一間就係窩美1905年。咁佢哋呢，究竟喺大陸或者喺國內去到範圍去到邊呢？你睇到上邊紅色 colourful 嘅地方呢，就係而家嘅梅園老龍嗰個地方，全部都係我哋當年種下嘅果子地方嚟嘅。而下低左下角呢，就係香港、深圳、寶安、里朗嗰個地方。咁當然啦，講翻嗰陣時嘅先賢就會有咁多個啦。咁呢個呢，其實呢，大家睇唔清楚，唔緊要嘅。我係做咗本小冊子，電子小冊子，就交咗俾周牧師。咁如果遲啲有興趣呢，就可以再下載俾大家睇。睇唔明係唔係睇唔清楚係唔緊要嘅，有得重溫嘅。嗱，咁頭先講到啦，1896年嘅黃宜洲堂喺邊啊？黃宜洲村。咁呢，而家雖然黃宜洲堂已經完成咗佢歷史任務，但係去到當度仲可以睇到福音堂3個字。右邊就係當年嘅福音堂，左邊就係而家嘅福音堂。頭先講窩美啊，窩美就係1905年就喺窩美嗰度，我度就喺窩美度建立咗堂會嘅啦。咁跟住講神學院啦，消失的神學院。咁嗰陣時點解喺香港有神學院啊？因為戰前香港得60萬人口，戰後香港有130萬人口，而其中50萬嘅人口呢係流落咗喺新界鄉村嘅地方，所以呢，我哋教會唔夠牧者喎，所以就決定喺香港成立神學院，培訓眾多嘅牧師、傳道人去服侍香港嘅居民、香港嘅客家人等等。咁所以呢，就成立咗呢個樂育神學院，復辦喺依度地方復辦。咁佢哋呢，就1954年呢，就買咗而家我哋呢個大宅啦，就係李氏大宅。李氏大宅呢間大屋幾時起㗎？原來喺1940年代就已經起咗㗎啦。咁但係當然啦，戰爭就發生好多嘢啦。戰後我哋崇真會就買咗呢個好靚嘅地標啦。咁呢，而家依度係幾多級歷史建築物啊？係2級啊！
咁呢啲咧就係當年樂育神學院開張嘅照片，大家睇下同而家有咩唔同啊？有冇人舉手睇到有咩唔同咧？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咧，我嘅堂會叫做中華基督教崇真會嘅嘛。咁但係佢而家，如果大家去到門口睇下我哋個門口咧，就發覺中華兩個字報咗，就變咗基督教，同埋咧就換咗樂育神學院，就換咗西貢崇真堂。呢個小發現都幾得意㗎。嗱，當年咧嘅照片就係咁㗎啦。呢啲照片喺邊度嚟㗎？原來我哋咧崇真會早期嘅宣教士好好嘅，佢哋每年咧都會將啲資料咧放翻喺歐洲我哋嘅巴色差會嘅檔案館。呢啲照片我全部喺檔案館嘅網頁度揾翻嚟，可以俾大家回味翻當陣時嘅情況。你睇左手邊就係當陣時我哋呢個位啦，當陣時嘅詩歌班。咁咧右手邊咧就係開鐵閘嗰陣時嗰張相，而開鐵閘嗰個人咧就係當年嘅卓恩高長老。嗱，而家我哋呢個西貢崇真堂就成為咗西貢嘅地標啦。咁卓長老係點呢？嗱，左手邊嗰個就卓長老啦，右邊嗰個咧就係劉恩聖長老嗱。咁咧當年佢哋咧為咗下刊報導，其實咧我講翻少少回顧翻啦，就係因為呢度好多客家人，呢度喺一個偏僻嘅地方，車路嚟到呢度係好艱辛，再入鄉仲艱辛。但係當陣時1846年，卓長老同埋佢嘅團隊福音報道團就嚟到呢度，喺西貢呢度向客家人嚟傳福音。最初佢哋補地方喎，喺邊度啊？嗱，而家就係卓恩高長老同埋佢嘅團隊啦，就有劉恩聖長老啦。我哋分，因為嗰陣時咧崇真會咧地方太大啊，就分東約同西約。東約咧就係我哋而家西貢半島，去到馬鞍山南至到坑口；而西約咧就係大埔、元朗、粉嶺我堆嘅地方。咁而東約咧就係以我哋呢度西貢崇真堂為中心點。咁又講翻啦，佢哋1846年嗰陣時被有錢又補地又補人嚟到呢度喺邊度報道啊？咁其實咧跟翻我劉恩聖長老同埋阿曾容來長老嘅史略，就講翻有幾個字眼，我就根據佢啲字眼，就喺地圖檔案處啦，跟到唔同嘅地方揾翻。原來當陣時喺西貢街41至45號嗰個地方咧，係海邊嚟㗎啦，就係西貢墟。嗱，我讀翻佢個史略寫乜咧？就係1946年冬喺西貢墟市之涌美督街邊舉行露天報導。咁跟住我就揾啦，涌美督喺邊啊？村美督喺邊啊？揾下，原來咧就正就係而家西貢街街尾，就41至45號嗰度，前面打橫呢條街。當年咧，原來阿卓長老佢哋就喺呢條街邊做露天報導。跟住佢哋咧，到1947年就話唔得啦，我哋一定要成立翻一間福音堂或者報導所。咁所以咧就根據史略咧就話俾我哋聽，佢喺邊度報導啊？咪喺邊度建立呢個報導所？嗱，史略咧就係話西貢東側濱海之醫局街。有個問題，而家條醫局街咁短，係咪㗎？咁跟住我又揾下，原來以前嘅醫局街係打直嘅，係打直，唔係而家打橫。咁咧跟住之後，我今朝仲專登去翻德隆後街18號 B， 就揾翻。估計應該當年建築嗰間報導所嘅位置，又俾你睇下以前嘅海邊喺崇真堂呢個位望出去，右邊就係天后廟，左邊就西貢戲院。因為史略話佢咧就喺西貢戲院東元飯店隔離喎。係啊，呢個有史略嘅，有4頁紙可以俾你睇嘅，有興趣可以 download 俾你睇。咁呢張相先犀利啦，呢張相就係當年嘅相啦。左邊咧。睇到咧有一堆人啦，跟住後邊咧隱約睇到嘅字就係寫住崇真會報導所。佢史略裏邊咧講到佢當陣時咧租咗2間欄屋，一間係露天嘅，一間咧就係有2層嘅，下低咧就攞嚟接待，上邊攞嚟住宿，即係啲報導團嚟到保得住噶嘛，咪可以喺度住咯。嗰陣時卓恩高長老咧用咗700蚊嚟租呢個地方，咁佢哋租約係7年。咁7年之後，1947年7月，1947年喺度成立咗啦。
跟住1954年買咗呢度喎，呢度開咗樂育神學院啊嘛，西貢崇真堂就搬咗嚟呢度啦。咁呢，喺照片當中犀利啦，我竟然揾到我哋嘅莊玉如姊妹阿玉如姐嘅舊照片啊！我喺檔案室咁熟面口嘅，呢個邊個嚟㗎？竟然揾到玉如姐，又揾到當陣時洗禮嘅照片，喺巴色差會個網頁裏面揾到㗎，所以好興奮啊！嗰陣時真係，嗰陣時咧，莊玉如阿玉如姐咧，我同佢傾過偈啦，幾年前。咁我話：咦，嗰陣時我揾到你張相啊！嗰陣時你嚟到係點樣服侍㗎？我咪跟住以前爸爸媽媽咪跟埋喺呢度係開荒㗎嘛。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咧阿玉如姐做乜咧？幫你啲西教士做翻譯。得意在西教士識客家話，但係西教士唔識廣東話啊嘛。咁啊，玉如姐就係當年嘅翻譯啦。哇，好犀利啊！咁咧當然啦，所有資料出自崇真會1947年到50年嘅年報。咁當然好多字啦，大家第時睇電子版咧，慢慢再睇。咁咧我哋就吸咗1947年我份年報講到依度係1947年嘅4月7號開張嘅情況。咁我同阿周牧師傾過，咦，點解係星期一嘅？我話跟住我哋推算咗好耐，星期日大家都忙，星期一先得閒可以過嚟呢度慶祝。咁咧當然啦，1950年嘅年報嗰度咧，其實揾到啲蛛絲馬跡喎，就話嗰陣時咧，崇真即係西貢堂啦，佢本嚟好少人噶嘛，嗰陣時都係得20幾人，咁但係佢哋有添強大嘅佈道團，仲要加埋九龍城堂，即係而家嘅旺角堂啦，同埋窩美堂嘅弟兄姊妹，組成一個力量雄厚、精力充沛嘅佈道團。佢哋去邊啊？調景嶺、黃竹洋、黃泥洲、窩美等等嘅地方，甚至係做海上佈道，因為呢度海邊嚟噶嘛，有漁民噶嘛，佢哋仲同漁民做佈道添啊！咁當然啦，右下角咧就係當年嗰份崇真會嘅年報，所以寫年報係好緊要嘅。佢哋當年寫都冇諗過70年後呢個我咧係睇翻佢啲資料，揾翻你哋嘅歷史出嚟。咁當然啦，仲要講啦，就係當年西貢崇真堂做咗最精彩嘅嘢，就係鄉村佈道。嗱，呢啲就係當年佢哋鄉村佈道嘅相啦。佢哋喺樹下攞住大字報，右手邊嗰個係胡師奶，左手邊嗰個係卓長老。佢哋就咁去西貢逐條村嚟傳福音。當然啦，到60年代呢個傳統仍然繼續。我甚至揾到1965年呢，有個新春佈道團嘅照片。你睇下啲後生仔攞埋大鼓入嚟，逐個鄉逐個村去傳福音㗎。咁而家播一條1960幾年嘅照片俾大家睇，物嘅影像。呢啲係德文嚟嘅。佢哋咧就喺碼頭上船啦，跟住咧就入鄉嗰度咧就傳福音。嗱，戴帽嗰個就係卓恩高長老。係啊，佢哋就係咁樣逐條鄉去傳福音嘅。但係我仲未認晒啲人啊！係啊，佢呢度寫住西貢新春佈道團，你一卓長老幾興奮？嗱，仲睇到嗰陣時嘅巴色會宣教士啊！你諗下，佢哋真係行山㗎。我哋嘅佈道團幾犀利？呢度邊度嚟㗎？似唔似東壩嗰邊啊？佢哋咧就係咁靠着11號2隻腳，就去到各城各鄉嗰度去傳福音啦。好，我哋又睇第二條片啦，下一條片啦。西貢嗱，當年嘅西貢就係咁嘅樣啦。1960年代。呢條片呢係我哋嘅易定欣牧師當年拍攝嘅。
嗱，你睇西貢海邊係咁嘅，崇真堂喺邊啊？你估下？原來佢就喺以前嘅崇真堂就喺海邊嚟㗎。係啊，我哋呢度前面係海嚟㗎。嗱，當年呢，詩班就係咁樣喺間教堂面出嚟嘅，跟住就長老出嚟。係啊，見到曾長老同埋劉長老，可惜影片係得咁多。嗱，呢個呢就係當年嘅西貢崇真堂嘅影像。嗱，中間嗰位就係曾容來長老，右邊嗰位就係劉恩正長老。呢啲影片我都會留翻個 copy 俾大家回味嘅，放心。咁當然啦，講咗咁耐，點解有樂育幼稚園？咁一定要俾阿鐘牧師嘅樣你哋睇下。咁所以因為有鐘牧師，我哋先至有呢個樂育幼稚園喺呢度。咁當然啦，都要提一提1985年，我哋崇真堂呢個西貢堂已經自立咗，係啦，未出世正常，我都未出世有段時間。好啦，咁多謝大家俾我喺度分享我揾到嘅資料。